过来看宜兰苏澳的庆安市地定位区已经开始的时间，不过地主今仔是去到县政府的头前抗议，讲这定的主体容积率上济，敢若90%，敢若定位区外口一半，佮袂使去超过2站楼悬，影响到土地价值，根本是食人狗狗。 大社化乡外拥挤的考核，大约90名地主透早到宜兰县政府也被报调，诉求是提悬所二定庆安段市地中围区的拥挤率，好处会当起更加悬，增加土地价值，和地方发展。今天就只有简单这个诉求，就是能够县府能够同意我们从化区内也能够是60、180。因为这个所在已经被我们县政府算是说遗忘了将近1甲子。 所以实在这个地方太可怜了。庆安段市地中围区面积大约85公顷，其中79公顷的主体区参与第2阶段中划，用积率大约120%，剩的6公顷主体区敢若参与第1阶段中划，用积率低到敢若90%，建筑上悬敢若会当起楼半，互地主真无欢喜。咱较早的厝，哪起到3楼的。 咱现在才起到楼半尔。地主讲，当地禁止开发50年，真无简单改进，用积率煞比中划区以外的180%更加低。这款的用积规定影响土地价值，是咧甲地主偏。后疫情时代后疫情时代之后到底会不会因为这个容积过低而反而导致说后续房子的一个新建或甚至房价的一个影响这其实都是我们县府要整体来做一个考量的。 官府表示，过去当地人口甲未来成长的评估，拢会影响到用积率的制定。不过，即马时代背景已经无同，预期即马用积率敢有适合，敢会影响到起厝，县政府会考虑。希望伫无影响到即马中划工程的情形之下，回应民众的诉求。记者综合报道。